華爾街同硅谷最近上演咗一場比電影更加戲劇化嘅神話破滅事件。年僅24歲，被譽為 AI 預言家嘅天才操盤手 Leopold Aschenbrenner 因為高槓桿炒賣 AI 概念股失利，搞到旗下曾經高達450億美元資產嘅對沖基金爆倉，單月勁蝕67%，仲要喺婚禮前夕被逼賤價賣資產救亡。究竟呢個所謂 AI 天才點樣由神壇跌落谷底？背後又牽涉到咩華爾街巨鱷同硅谷嘅千絲萬縷關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歡迎大家嚟到 Fortune Insight。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我哋首先嚟起底，睇下呢位24歲嘅所謂天才究竟係咩來頭。Leopold Aschenbrenner，一個喺德國柏林長大嘅神童，佢父母都係醫生，家境唔錯，而佢自細就展現出異於常人嘅天賦。喺德國嗰種嚴謹嘅教育體制入面，佢竟然可以連跳幾級，15歲就已經中學畢業。之後佢遠赴美國常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歲就以全級第1名嘅拔尖成績畢業，一口氣攞走咗經濟學、數學同統計學嘅學士學位。喺大學期間，佢仲創立咗一個推廣有效利他主義嘅分會。聽到有效利他主義呢幾個字，大家有冇覺得好耳熟？冇錯，呢個正正就係另一位已經身敗名裂、坐緊監嘅幣圈金童 FTX 創辦人 Sam Bankman-Fried 最中意掛喺嘴邊嘅理念。事實上，Leopold 畢業之後第一份引人注目嘅工，正正就係加入咗 FTX 旗下嘅未來基金，幫手處理所謂嘅慈善工作。不過佢算係行運醫生醫病尾。喺2022年11月 FTX 爆煲，世紀大騙案爆開之前，佢已經提早辭咗職，成功避過一劫。不過大家睇到呢度，可能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呢位後生仔嘅履歷表雖然光鮮，但硬係有種同金融災難結下不解之緣嘅體質。離開咗 FTX 個火坑之後，Leopold 喺2023年轉投當時科技界最紅嘅明星企業 OpenAI， 佢加入咗一個叫超級對齊嘅團隊，直屬上司就係 OpenAI 鼎鼎大名嘅聯合創辦人兼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呢個團隊嘅主要任務就係要研究點樣控制未來比人類更加聰明嘅超級人工智能，確保 AI 唔會有一日失控，反轉頭消滅人類。但係天才嘅性格通常都係好惹火㗎。2023年4月，OpenAI 內部通訊系統被黑客入侵，偷走咗啲機密資料。但係公司為咗保住聲譽，選擇將件事冚住。Leopold 對呢種處理手法極度不滿，於是直接寫咗一份長篇備忘錄踩上董事會，強烈警告公司嘅網絡保安太過兒戲，好容易會俾外國勢力，特別係中國竊取頂尖嘅 AI 商業機密。呢份備忘錄猶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直接引爆咗佢同高層之間嘅矛盾。結果去到2024年4月，OpenAI 毫不留情咁炒咗佢，罪名係涉嫌泄露機密資訊。雖然 Leopold 極力喊冤，聲稱自己只係將一份好普通嘅努力激盪文件分享咗俾3個外部研究員尋求意見，絕對唔係泄密。但係外界後來發現，佢而家嘅新婚妻子 Arvital Bolowit，正正就係 OpenAI 最大競爭對手 Anthropic 行政總裁嘅幕僚長。呢種千絲萬縷嘅關係，令到成件泄密羅生門變得非常耐人尋味，亦都令大家睇清楚硅谷高層嘅圈子其實真係細到不得了。被 OpenAI 掃地出門，對一般人嚟講可能係職業生涯嘅污點，但係對呢位天才嚟講，反而係佢登上神壇嘅踏腳石。被炒之後短短2個月，即係2024年6月，佢發表咗一份長達165頁嘅超級研究報告，名為《形勢感知：未來10年》。呢份報告一出，簡直震驚成個硅谷同華爾街，甚至被無數科技狂熱分子奉為 AI 聖經。佢喺報告入面用大量數據、圖表同埋硅谷內部消息，大膽預言人工智能嘅發展速度會遠超常人想像。佢斷言，去到2027年 ，AI 就會進化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嘅階段，即係可以應付絕大部分人類嘅經濟工作。
而去到2030年之前，更加會出現擁有超級智能嘅 AI。為咗應付呢種龐大嘅算力需求，未來幾年將會出現耗資超過萬億美元，甚至消耗全美國2成電力嘅超級數據中心。佢仲警告，為咗爭奪 AI 霸權，中美之間無可避免會爆發一場激烈嘅科技冷戰，最終迫使美國政府出手將 AI 產業國有化。呢份充滿末日色彩同埋宏大敘事嘅報告，完美擊中咗市場對 AI 嘅狂熱同焦慮。一夜之間，佢由一個被炒嘅前員工，搖身一變成為備受追捧嘅 AI 預言家。挾住呢股龐大嘅名氣，Leopold 順理成章咁將佢嘅理論變現。佢喺同年創立咗一間同佢份報告同名嘅對沖基金 Situational Awareness， 有預言家嘅光環加持，揾錢自然易過借火。基金一開波就籌到2億2500萬美元，投資者陣容星光熠熠，包括 Stripe 嘅創辦人 Collison、兄弟、前 GitHub 行政總裁 Nat Friedman， 甚至連 Meta 嘅多位 AI 高層都有份揼錢。憑住極度進取嘅投資策略，基金嘅資產規模喺短短2年間，好似吹氣球咁幾何級數膨脹，最高峰時期竟然達到驚人嘅450億美元，即係超過3500億港元。一個20出頭嘅後生仔，手握幾百億美金喺市場上呼風喚雨。佢嘅策略其實好簡單，但亦都極度危險。佢並冇將資金分散投資，而係高度集中壓住喺少數幾隻 AI 基礎設施概念股，例如韓國嘅億體晶片龍頭 SK 海力士，以及雲端運算供應商 CoreWeave。更致命嘅係佢大量使用槓桿，據報佢嘅槓桿比例高達3至4倍，即係話每有1蚊本金，佢就問投行借多3、4蚊去買貨。喺2024年到2025年嘅大牛市入面，呢種策略令佢嘅回報率拋離對手幾條街，好多人都將佢當成股神在世。但係華爾街有一句老話，千祈唔好將牛市當成自己嘅實力。槓桿從來都係一把無情嘅雙面人，升市嘅時候幫你創造神話，跌市嘅時候就會要你嘅命。歷史嘅巨輪嚟到2026年7月，市場氣氛突然逆轉，投資者開始擔心科技喺 AI 方面嘅天價投資根本冇辦法喺短期內轉化為實質利潤，於是引發咗一輪恐慌性拋售，半導體板塊首當其衝，錄得自2002年以嚟最慘烈嘅單月跌幅。Leopold 手上嗰啲重倉股，平均股價喺1個月內插水超過21%，其中一隻主力股 SanDisk 更加係暴跌45%。對於一個冇用槓桿嘅投資者嚟講，跌2-3成頂多咪坐下艇，慢慢等佢升返。但係對於一個借緊3-4倍槓桿嘅對沖基金嚟講，跌2成幾就足以將你嘅本金全部清零。果然，各大華爾街銀行同埋主經紀商見勢色唔對，即刻無情咁向佢發出追加保證金通知，即係俗稱嘅 call margin。佢哋要求 Leopold 交出更多抵押品，否則就會強行斬倉。呢個時候嘅 Leopold 就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四圍撲水。佢曾經嘗試向紅杉資本等大型創投機構求救，希望賣出旗下嘅私募股權套現，但係傾極都傾唔攏。隨住形勢不斷惡化，佢個基金陷入咗一個死局，越係俾人逼倉，就越要賤賣資產，資產價格越跌，就引嚟更多逼倉，完全係火燒連環船。去到7月30號星期三深夜，已經走投無路嘅 Leopold 終於被逼坐埋談判桌。面對華爾街最令人聞風喪膽嘅食慾大鱷，由 Ken Griffin 掌舵嘅對沖基金巨頭 Citadel 最叻就係喺人哋流晒血、瀕臨破產嘅時候出手執平貨。經過一晚討價還價，喺星期四美股開市之前，雙方達成咗一份極度屈辱嘅協議。Leopold 被迫將基金絕大部分公開市場股票投資組合，以比當時市價低超過10%嘅折讓價。一次過拋售俾 Citadel， 大家要明白，當時嗰啲股票本身已經跌到殘晒，再喺殘價上面打9折，簡直就係割肉餵鷹。但係最諷刺、最戲劇性嘅一幕發生啦，
正就喺佢賣斷資產嗰日，美股 AI 板塊竟然奇蹟地出現強勁反彈。Citadel 一接手啲貨，甚至都未坐暖就已經坐享其成，大賺一筆。相反 Leopold 就只可以眼白白望住個市升，自己就硬食一個單月高達67%嘅災難性虧損。基金嘅資產規模瞬間由450億美元暴跌到得返100億美元左右，而且大部分仲要係流動性極低嘅未上市私人公司股份，例如 Anthropic 嘅持股。一個叱咤風雲嘅百億金融帝國就咁喺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而最令人覺得荒謬絕倫嘅係，當呢場驚天動地嘅金融災難發生緊嘅時候，Leopold 正處於人生另一個最重要嘅時刻。8月1號至2號呢個週末，佢正準備同前面提過嘅未婚妻，即係 Anthropic 行政總裁幕僚長 Avital Borwitt 喺北加州海濱小鎮卡梅爾一座風景如畫嘅豪華莊園入面拉埋天窗。有報導指呢場世紀婚禮搞得非常盛大。除咗傳統嘅美酒佳肴同慶祝活動之外，竟然仲安排咗一系列以 AI 為主題嘅專題座談會，真係貫徹咗佢科技狂人嘅本色。但係大家試想像下個畫面，當來自硅谷各界嘅親朋戚友滿心歡喜咁陸續抵達會場，準備恭喜呢對金童玉女嘅時候，身為新郎哥嘅 Leopold 背後其實正經歷緊生不如死嘅爆倉煎熬。佢一邊迎賓，一邊仲要焦頭爛額咁向投資者發出公開道歉信。佢喺信入面坦白承認，呢個月佢哋令大家失望啦。佢表示未來幾個星期會專注調整投資組合管理，確保基金未來有更高嘅抗逆能力，甚至提出喺佢到蜜月嗰個禮拜，投資者可以隨時打電話揾佢傾偈。諗深一層，喺人生最值得高興嘅大日子，望住自己一手建立嘅帝國崩塌，仲要強顏歡笑去應酬賓客，呢種心理陰影到底有幾大？真係得佢自己先知。睇完呢單新聞，身為一個長期觀察華爾街同政經時局嘅評論員，我真係百感交集。Leopold Aschenbrenner 呢個故事，完美咁演繹咗咩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佢毫無疑問係一個絕頂聰明嘅 AI 天才。佢份165頁嘅報告對科技發展嘅遠見，甚至可能最終會被證明係完全正確嘅。但問題係佢用錯咗金融工具去表達佢嘅遠見。投資市場有一句至理名言：你可以睇中大趨勢，但如果時間點配合唔到你嘅槓桿，你依然會死無全屍。AI 要顛覆世界，可能需要10年8年。但係銀行嘅 call margin 通知係今日就要你找數㗎，佢錯就錯喺將長期嘅願景壓住喺短期嘅借貸上面。呢單爆倉事件其實亦都係成個硅谷同華爾街目前 AI 狂熱嘅一個縮影。大家可以諗下，而家有無數科技巨頭、初創企業，甚至係傳統大企業都盲目咁追逐呢股 AI 浪潮。佢哋借緊天文數字嘅錢去起超級數據中心，去瘋狂搶購頂級晶片，個個都信誓旦旦話 AI 一定會喺短時間內改變世界，大幅提升生產力。但萬一 AI 技術嘅普及速度，或者企業透過 AI 賺錢嘅速度，比預期慢咗少少呢？當利息成本不斷蠶食利潤，當債主臨門要求還錢嘅時候，會唔會引爆一場更大規模、波及全球嘅企業級爆倉災難？Leopold 嘅失敗，正俾所有對 AI 充滿無限幻想嘅人敲響咗一記極度響亮嘅警鐘。無論你智商有幾高，無論你對未來科技嘅預測有幾準確，喺殘酷無情嘅金融市場面前，永遠都要保持敬畏之心。因為華爾街嗰班嗜血大鱷一向都唔會同你講咩改變人類命運嘅偉大理想，佢哋只會死盯住你個戶口，睇下你仲有幾多保證金可以扣。一到警戒線，佢哋斬你倉嗰陣絕對唔會手軟，更加唔會理你聽日係咪結婚大日子。市場就係咁現實，亦都係咁殘酷。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如果大家對於呢宗天才操盤手爆倉事件有咩睇法，都可以喺留言區留低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